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于天甲李亚平的第二个查某囝伊婉琪，伫昨尾仔5点外过身咯，享年39岁。伊婉琪是大肠癌，为2014年着癌以来，于天两翁仔某用尽办法要来救查某囝，终其尾也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伊婉琪是留下一对后生查囝。伊的翁婿发文章感谢太太这几年来的陪伴，伊讲伊会好好照顾囡仔，希望伊婉琪无牵挂来离开。伊婉琪的姐姐甲弟弟嘛拢发文章来悼念，讲后世人要继续做一家人。那这个灵堂的遗照，于天李亚平是选用伊婉琪当时唱歌所翕的宣传的相片，这个灵堂的现场是用白色的花蕊类的布置，希望宝贝查囝一路好行。今年4月，伊婉琪欢喜唱生日快乐歌，甲后生查某囝蓝条条过幸福的日子。不过抗癌8年，嘛是救袂起来，活到39岁。灵堂的相片嘛公开予大家看。伊婉琪在生前爱唱歌，不过破病无法度完成梦想。于天和李亚平选用伊当年唱歌翕的宣传相片，陪伴查某囝走完人生上尾一段路。伊婉琪和翁婿甜蜜的相片，即马嘛讲变回忆。因翁婿头一摆伫人面前铺文，写感谢太太这几年的陪伴，你所交代代志，我拢会去做，我嘛会好好照顾咱的囡仔。希望你会当无挂念离开家，无病痛，无折磨。尾后我讲想要甲你讲，我真正足爱你，足爱你的。伊上传口甲目眶红，毋甘二姐离开。暗时伊嘛铺文讲，我上爱二姐，你即马伫咧天顶做天使，袂痛嘛袂艰苦啊！你前几工甲我讲的话，叫我照顾好乐乐和弟弟，还有爸爸妈妈，我答应你的代志一定做会到。当时大姐伊小平嘛讲，感谢你忍受我这个爱婿性地姐姐39年。这底下两个人拍出真侪张相片，规家伙仔的好感情，唔免讲出嘴，大家拢看会出来。那坚强温暖的伊婉琪不幸过身，互大家拢看甲真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